歡迎使用 App Marvel 嘅裸眼 3D 內容製作服務，為金百利商場嘅最先進 4K 透明屏幕創作精彩嘅視覺體驗。我哋嘅專家團隊將為呢個創新嘅顯示設備量身設計令人驚豔嘅 3D 內容，俾你嘅品牌喺觀眾心中輝煌換新。我哋嘅裸眼 3D 套餐提供以下不同時間長度令人驚豔嘅視頻，以滿足你嘅需求。10秒嘅初級套餐 3D 視頻，為你創造簡短而強大嘅視覺效果。20秒嘅基本套餐 3D 視頻呢，為你嘅信息增添深度同細節。30秒嘅高級套餐 3D 視頻，理想咁展示你嘅品牌、產品或者服務。60秒嘅豪華套餐 3D 視頻，打造出讓人沉浸喺其中且難忘嘅視覺旅程。揀最適合你嘅套餐，我哋將為你嘅觀眾創造出令人印象深刻嘅 3D 體驗。我哋嘅製作時間為7到14日，具體取決於內容嘅複雜程度。我哋承諾喺實現卓越成果嘅同時，優先考慮質量同埋效率。為咗符合你嘅期望，App Marvel 會喺製作裸眼 3D 視頻之前，提供一張圖像供你審批。呢一步驟可以確保最終作品同你嘅品牌形象同願景完美契合。此外如有需要呢，App Marvel 將提供最多2次圖像修改。如果你嘅內容涉及公眾人物或者係敏感議題，我哋要求客戶提供適當嘅授權同埋權限證明。為咗保障雙方權益，我哋會提供詳細合同，涵蓋內容製作、所有權同埋使用權限等條款同埋條件。為咗幫助我哋製作符合需求嘅內容啦，我哋要求客戶提供清晰精確嘅指示，包括任何相關嘅品牌指南、重要信息同埋目標觀眾信息。